妈是老外就快1个月了，昨天他去老家，他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想老家呢？很久没有去老家了，老家变了很多。我很想去老挝，我们那边拍视频给大家看看一下老挝是什么生活呢？我们老挝农村那边没有什么方便，但生活也还可以吧。说来了想去，因为下个月我们老挝那边是泼水节就是老挝过年了，可能今年没有去了吧，明年看看情况吧，有没有时间。这里去是也有一点远，我去，如果我和陌生去有一点不方便，如果我去我也想跟老公我一起去。我问妈妈今年他玩过年在老家吗？他说还不知道，现在他还搞卫生间，他就录视频给我看看，他说老家变了很多，他想给我看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老家是怎么样。เบิ่งสภาพเหือนสินแล้วว่าอันนี้มีจักอ้ายสิหญ้าอ้อมเหือนตะความหกก็ตามมาบ่มีคนมาอยู่แน่เนาะเบิ่งหญ้านี่มีเพิ่มมาทางมาแพ้วให้จากบ้าน